斜度那个85度，不能超过85度的，我们要这样拼的。对，我可以的，我可以，我50讲就好。因为有人要娶我吗？我要忠孝东路6段。谁娶我？好，乱讲话了，讲话。好，你怎么唱歌好了？不要让你们一直听我讲话。等一下我要出来写立委了。要出唱片是幌子啊，正是要出来还我土地的。没办法，他们没有还啊，只好出来选县长啊。啊，不然呢？靠你们哦！我什么时候才存到30亿？不要太过悲观了啊！我们都加油啊！好，那我们讲这个。好，唱歌，这首歌叫《法力》。